准备毕业旅行啊 Yes，好开心哦！水啊，去哪里啊？九村，有吗？九族，还有好像什么地方？在民间。好，你要看吗？几点上？你要被上。哦，这两个乐园哦，他们都贵。5.40啊。那门票很贵。没有。你知道做什么东西？去那个乐园做什么东西最可怕？你知道吗？旋转木马。对，旋转木马。因为要被人家笑，所以那个需要最大的勇气。宝宝。哎，你而且哦，兄弟啊，你旋转木马这，旁边小弟还要去呕吐一叔下。叔换我坐了，换我坐了，不要坐旁边。不要。哎，而且你还坐马车，说那个马会上下移来移去，我不敢坐。咖啡杯。还坐那个不会动的马车。好来，咱今啊预计了哈。预计。幼稚2要上完。有。好来，兄哥。找沙出来。好啦，不要你若无沙，找你专心听也可以啦。啊，不要没有书又不专心啊。来，头前两个咱定位讲过啊，地表地形因为在板块的边缘有拉力有推力，所以会形成这些东西。来，第一类叫做褶皱。我电话你看过啊，褶皱里它的土质是粘土，所以有粘性，不会断掉，所以它会扭曲，变成安尼，所以这个褶皱，所以褶皱一零受到什么力量？推力啊拉力？只有推力会褶皱啊。拉力，你怎么拉它？越拉越平啊，不会有褶皱啊。对，好嘞。好了。加补充呢，因为旧教材我给您做到题目，不过我做这个记号表示课本，现在课本已经拿掉了。褶皱还分2种，一种是安尼，中心这叫轴，边啊叫两翼，好，这卖插，两翼背对背，这个背斜，两翼面对面，互相相向。这个象形。这有东西啊，它上面都会被削掉，变成平地，侵蚀作用，这个也可能会削掉。这个时候，你从地面上看到岩层的年纪，叫做咱的地层期，愈下卡愈安怎？越下面越老还越新？越老，当然越老啊，除非
它经过天翻地覆，整个翻转。做什么代志？好啊，上课。所以它经过天翻地覆的翻转，不然下面一定是旧。讲到这，我有想念一个例子。万一在读大学时阵吼，离开家都没有爸爸妈妈帮忙洗衣服，要自己洗，自己又很懒得洗，手搓。反正我们衣服很多，没有洗的就再去买新的。问题是旧的你也不能丢掉啊，所以这衣要杀来哦，就把衣服披在椅背上。一直披，后来我们有一天发现这个椅子快要承受不住了，我们就决定要洗衣服了。我们就拿一个很大的袋子，一件一件的拿。像这摆秋季对不？你秋季你不也卡杀了？你会拿到夏季的衣服，再往下拿，搞不好还有春季的衣服，还拿到衣服，然后裤子抓下来，然后还飘下一张半年前的发票，忘了对，已经过期了。所以他哪样会安尼？我拢问同学一个问题啦，你要高中比较你填大学志愿的时候，你是要填家附近，还是要离家越远越好？附近。附近。你想要住在家里，念大学的时候想要住在家里有举手？家里。真的有，你想要脱离家里的掌握，越来越远的越好，好正常，跟我那时候一样。所以我就填台北。那么远。太大。所以我决定台北啊一个回乡啊关的，家己坐火车、公车去学校，沿路问人家宿舍，自己进去。今晚不是我大女儿现在25岁了，她那时候高中毕业要念大学的时候，她去念南投的那个大学，或那个日月潭那边。我开一台车家己的物件拢载，那个东西多到除了人坐的地方之外，其他东西都塞满，连人都抱着一个行李，后面还装一台脚踏车。那天满山遍野拢是家长的车，我开到遐马上就有人拿着无线电过来，问我们说什么系的？国际系呼叫，国际系啊，冲过来6、7个学长姐，噼里啪啦把我们东西下车，然后问我女儿说哪一间寝室的，全部推车上都上去了。我看为什么我以前我自己一个人还拖着行李自己问到那个宿舍没有人鸟我，结果现在专车接送去。当然等你当学长姐就换你，等你大二你就要服务学弟妹了。所以我很感慨我30当前出来教册甲即摆恁这国中生我觉得变好了，但是问题是，你看台湾30当前30当前，阮学校会出来怎样在？会出来有人拿着椅子去追主任追打主任，还有人带笑你的刀来学校还有打群架那个本省外省的约到那个顶楼去打群架外派的，你知不知？你们现在没有这种情形，但是你们现在的问题是妈宝的问题。以前那种情况没有人在学校老师骂2句，不要说打了，在学校被老师打了回去也不敢跟家长讲了，回去跟家长讲会被再打一次啊。
他现在不是。我载我女儿到大学去，连大学都开班亲会。我大老远跑一趟，我想说，不要急着回来，班亲会说不定有好吃的饼干、饮料。我就去参加了。我参加东张西望，我也没有管上面在讲什么。校长、教务主任在上面，他们讲什么我也不管，我只是在看说有没有好吃的东西。好像没有就后来他们讲完了，我就很想回去。他们讲完了，结果他说：“各位家长有没有什么问题？”我听下家长提出的问题，我强要喷水出来请问校方我刚到我小孩的宿舍寝室，我发现他们床缘有点低，如果睡到一半滚下来怎么办？上铺下面放床垫，在地上铺一整床垫，翻下来继续睡。这还没什么，我听到下一个问题我怎么知道我的小孩晚上有没有回来睡觉，回宿舍睡觉？成年了大学生我都想要给他手讲，这位家长，我建议一下法务部有一种东西叫电子脚镣的你是真情一副靠在你小孩的脚上这样他有没有回家睡觉你就知道了。你说，拜托会卖安尼过去家长对伊读册好啦，做伊同学啦，甲照顾啦，安尼嘛袂歹。二来断层，所以如果这边消掉，我会告诉你这边消掉，来中间的是比较老还是旁边的？中间比较老看得出来没问题如果这边消掉的话，是中间比较老还是旁边的？旁边的嘛，快出来因为这边是越下面的地层嘛，中间是新的嘛，这边的都并嘛，中间的是老的嘛，外面的是新的嘛，所以这两种结构如果上面被削平了，正好就反过来，而且它也成点对称也成点对称。后来。因为咱这种剖面图啦，这剖面图如果没有用一个断层削开来你是看不到，你就看到一个，如果它没有被削平，你就是一个隆起；如果它被削平，你就看到一个平地，你根本看不到这个结构，除非它的侧面发生断层，整个切开来变成一个山壁，你才能看到像照片这样子的结构。170页这个照片，来第二个断层，哪一点来讲过正断层是受到推力，代表降掉；正断层是受到拉力，逆断层是推力。它跟有平移断层，所以你们记上面上盘往下，下盘往上，来威胁可贺。后边啊。是说你某人。你可以看得出它是拉力造成的用这样看就好了，可以等就，你可以看出它推力造成的用看着就好，别给它记上面上盘往上，下盘往下，记掉它平静。我们人大部分的人对图像记忆印象深刻。对于文字的记忆不容易记，
属性跟人类演化给安内啊。我们有文字才多久？4、5千年对吧？按不然人类有100多万年，在没有文字前的100多万年，我们看的都是图啊，当然没文字啊。所以呢，大脑演化东西看图像记忆比较清楚。我讲大部分啊，可能有些人很特殊，偏偏他就对文字、数字很厉害啊，这很难讲。但大部分我们对比较容易记，所以其中你啊下起来，它这个上盘，这下盘啊，上盘往下，下盘往上，迄课本安尼写啦。不过你这啊记一个名仔就明记啦，啊。啊，你有地上正断层是拉力，啊，这个图你就要看得出它是拉力，应该不难啊。啊，这个图你就要看得出它是推力，或者它平移断层呢。这东西剖面图跟它一样都是切开来的，平移断层是从上面看下去的。我安尼画好啊，你是一个地面是安尼，大概安尼。啊，你人徛遮。看你对面这地，它是不是这样相对移动？所以这个左移啊右移。你站着看对面那块是往左还是往右？往左，对不对？你看这一块是往左嘛？你面对这一块，你看它的方向是往左嘛？所以这种断层的叫啥？左移断层。那盖文化讲啊，我怎么知道站哪一块？那你难道站这一块会不一样吗？你站这块看这块，不是一样是左移吗？你不会是这块看这块变左移，是它这块看那块变右移了，还是快点对？啊，对不？你耳光学哈。你有光学的镜子的时候，平面镜的成像，你告产生一个疑问：，可以讲我们镜子里的成像为什么上下不变，左右却会颠倒？它就是一个 X 轴，一个 Y 轴啊，为什么上下的 Y 轴是不变，左右的 X 轴却会颠倒？啊，我问你，我若平躺下来，上下变左右，左右变上下，你说难道那到底哪边会变？你无想过这个问题啊？你哦，你刚刚念到这里的时候有点怪怪的吗？为什么上下是不变，左右是颠倒？这其实就简单嘞。你我的上下是不是一样？可是你我的左右有没有一样？相反。所以我如果跟镜子的人不是讲左右，我是讲东南西北。比如说南方那只手，我的手伸出来指向南方，镜子的手是不是也是伸出来指向南方？懂。可是如果我用左右，因为左右是相对的。所以左右是相反，好，这样哈。好，所以有分左移，首先等于左移，当然反向就叫右移。呵，这个也断层，这个也断层。来，那来讲地震。地震90%以上是因为发生断层。啊，你讲村的呢？哪一种会引？除了断层，还有什么会引起地震？火山爆发会不会地震？对啊，会哈。核子试爆会不会地震？核爆啊？会啊。会啊。恐龙走过来会不会地震？会有哈。啊，就讲今晚有个恐龙啊，啊，依家恐龙行过来会地震啊，地在震动又地震啊。对吧？不要。
断层产生的时候，如果这是铁片，比如说断层啪折断了，那它就会晃动，这是地震波。地震波传出去，有问题吗？有问题就举手。地震波传出去，它其实很复杂，它有横波有纵波，其实它甚至还分成3种 ：P 波、S 波、L 波，但这都不是我们要研究的。所以地震来，它不同的波传递的速度不一样，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说，我为什么上下晃一晃，然后过一会儿左右又摇一摇？那就是2种不同的波前后到达。才会产生这种不同方向的震动，所以地震波传递到了，那个造成地震，所以断层发生的地方叫做震源。震源都在地底下。它如果投影到地表，叫做震央。这2者的距离，就是从地发生断层的地方到地表的距离，这个长度叫做震源深度。咱经过这震源深度那也可以当分这浅源地震、中源地震、深源地震，甚至要把浅源再分割成一层极浅地震。然后我们理解，震源越深或越浅，地震越大。哪一个深源的地震比较可怕，还是浅源？我们人是住在地表，对不对？所以是不是震源离我们越近越可怕？能量一样的话，你太深的地方能量传上来已经削弱了嘛。那你知道921就是浅源地震，浅源地震。来，另外2个名词，这2个名词要记好啊。你这2个名词分清楚，以后你去抓主播有没有讲过？主播，这个报新闻的报地震的经常讲错。第一个叫地震规模，第2个叫地震强度。来，这2个有什么差别？我们用的地震规模是国际通用的，叫做瑞士地震规模。地震规模意思是说，一个地震发生的总能量加起来，能量的单位以上，你耳会能量的单位以上，焦耳对不？你若地震用焦耳，你要多20、100、1000万一直数到，不知道数多少，那个焦耳的单位太小，地震能量太大，所以它的地震规模是经过焦耳换算，而且这个换算比简单的取几位它还把它做对数所以地震规模10绝对不是5的2倍它是不知道多少倍后面只要再多0.1都是多好几倍了因为对数是恁高中还2级的数学，因为一经过换算，所以后边无单位，它是换算过的数值，所以后面没有单位。它可以取几位，精确度取几位就取几位，但是我们一般只取到小数下一位，再取没有意义了。所以，比如说921大地震规模7.3。它只有一个，
每个地方、每个国家量到，如果准确的话，应该都一致。小数点一位，后面没有单位。一般来讲，5以下的叫做小地震，5到7的叫中地震，7以上的叫大地震。地震强度以上，对地表的破坏程度，又简称震度。伊是咱的中央气象局编出来的，0级叫做无感仪器才侦测出来，还是你真正这个人做灵敏呢，平衡做灵敏呢，你才有感。1级、2级、3级、4级、5级，一直到7级。921发生之前只有到6级，因为921也已经超过6级啦，所以921料就多了一个7级。只有整数，而且理论上越接近震央的地区，地震强度应该越越大。它有一个级，所以量化课本，它没有小数点，但是有级。顶多它现在5级有分5强5弱，6级有分6强6弱，但是它没有小数点哈。明白老公？台南3级，高雄4级，所以我站在台南、高雄的边界，我叫3.5级，没有这回事啦哈。有级整数的地面破坏强度，你虽然看内底拢是啥，拢是讲啥物？譬如讲7级是山崩地裂、铁轨弯曲，6级啥物房屋受损、电力中断，啊，不过实际上我来讲。科学的分类没有用这种感觉的，科学分类一定是数字，所以分级是按照加速度，它的数据是多少的居子或是那种加速，因为你停会摇起来105节加速度嘛，所以它是用加速的多少。不过我们现在没有叫你学这个，你以后真的念地科系学地震学，这种分级都是用加速度来分的。不是这一种感官上，啊，无你即摆敢若会当用感官描述，你讲个加速度，迄个伤深吗？好，啊，无你爱知影，物理量分级一定是有根据数字根据的。安尼会知，然后以后你啊看到主播来报讲7.3级。你然后挤你的头啦，没有挤的，你也学。啊，然后你要，你啊做主播，你甲我讲是7.3级，你个卖讲我国中的地科老师是吴志荣老师，先下井啊。我顶回有一道吼，去迄个庆康加油站。调多拜一改，啊，那个加油的公路生好，老师好，老师我是国昌的学生。哦，好，同学好，同学，哇，我300，这个我要加油，对不对？摩托车加100多，对了，我这里有张中油的邮票，50块的，可以用哦。好，老师可以用，啊，个老阿姨那张邮票哦，3元。结果那会遐久啊，无出来，啊，算一小算啊久，结果伊个来邮票杀来，问伊边仔公务生说，那个加了180这个50块啊，还要收多少？我后边摆一堆人讲这个数学怎么这样啊？那个是他们老师海湾还要亚典白亚公，我没有教他数学。好，而且以后拄着安尼，你明白？100多块啊，减50块，爱搁收偌济钱？伫遐，你袂挂钩算袂出来啦，佮招出来问因另外一个工读生啊，要最惨的是后面排一堆人啊，后面的人每个人都听到他跟我说老师好啦，所以
我都觉得他们心里 OS 说：这个老师怎么教的？哦，我真的没有教他数学啊！我又不是数学老师。二啊，所以得当来，单叠环太平洋地震带就在板块的交界，所以我们台湾地震发生很多，防震很重要。咱用这防震演练对不？来，有教过无？地震要不要？地震来了，要不要跑？要。什么时候要跑？没有一定。没有一定。那你怎么判断？你怎么判断要不要跑？来啊！我来讲啊，这不要讲的啦，这我去参加演习，人咧救难队讲的啊。判断地震要不要跑的方式很简单。你如果还在想我要不要跑的时候，一定不用跑。你讲什么意思？来，我问你，你待在家里的客厅，然后看到你家客厅沙发摆在那边，一摇拿去撞那边的墙了，你会不会看着沙发说：“哎，我要不要跑？”没啊，知道意思吧？你家横梁这样的摆直的哦，一摇扭曲了，变成 U 字形了，会不会看着横梁说：“我要不要跑？”不可能。要跑的时候，你觉得很确定这就是要跑了，不跑房子要塌了。如果你还在考虑说要不要跑，就是不要跑，就地原地。但是要跑的时候，当下我告诉你，你不要说跑，你连爬都爬不动，你连爬都爬不出去。但是地震会休息。咱的厝吼，即摆法规拢按耐震盖已经到6级了。啊，你万万不我今仔地震到7级了怎么办？我告诉你，即使它耐震6级，它今天忽然摇了7级，它的房子也不会砰砰就突然塌下来，它会耐住第一摇。但是如果余震再来一个，可能3级4级而已，这房子就有可能塌下。所以跑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第一摇之后休息了，你赶快跑掉。对，不然真的要跑的时候，当下你是跑不掉的。然后你也多少天困？可像我921，我根本没有。我隔天早上看新闻才知道，我发现我昨天觉得昨天睡得很舒服，好像回到母亲的摇篮里一样。而且原来是地震，真的摇篮。921埋了很多人在下面，当然一埋有些就死了。你知道他姐兄弟埋了1个礼拜，被人家挖出来还活着。哦，有啊，对。伊哪有在了？我来讲，其实我大时两兄弟我伫冰箱边啊，开冰箱拿水，就靠了冰箱里面的存粮跟饮水，撑了1个礼拜哦，让人家救出来。所以，在座的，你晚上睡觉，床旁边有急难包的经历。没嘛？人性很奇怪哦。我们身处于这个地方，我们遇到地震、大地震的几率比乐透要不知道高多少倍。但是我们都觉得我袂遐衰，啊，不过讲到乐透，拢讲我一定会对。人的心理真是无可救药的乐观呐。刚刚我来讲，我边啊，我伸手可及的地方一个背包，粮食、饮水、收音机、手电筒、急救药品。这背包
不管是地震发生、战争发生，我背包里的东西除了救命的东西之外，维生用品，让我背起来走去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可以让我活3天，这是标准，可以撑着让我活3天，等人家来救。你要意识到啊，那921个小那样，帮来埋着没死，没死更恐怖，你知道吗？你如果身边没有，你会活活的渴死跟饿死。那比真被压死还要还要更难受对吧？所以战争也好，现在的国际局势我来讲，你明天一觉醒来，世界大战了都没有什么好奇怪的。那安逸的日子过太久，更不要说天灾。所以要有忧患意识。你若准备好，你没啥物杞人忧天呐。我该准备的准备好，我就好好过日子啊，来就来了啊。你不要该准备没准备，整天疑神疑鬼的说来了怎么办？咱村后边台湾的板块运动，老一两次啊，后礼拜咱应该甲6之3，就是咱范围内底拢上了，拢全部的上了。若无下礼拜还有1个礼拜，就是考前那一周。家里的存粮，个人背出去的标准是3天。那家里最好存到一切断绝的情况下，可以2个月，可以撑2个月，全家。你看乌克兰，怕那我给你准备的时间。今天我告诉你，今天如果战争一发布你不要想到什么全联超市去买东西，那货架全空了，你要等它再补，妈妈蛋啊，可能会要过好几